哎，你怎么想到来当警察的呢？当警察其实，我老爸一个退伍军人，然后就看他以前的那个相册嘛，那相册一打开，我还军纪时期这些照片，非常酷炫。然后我想，哎，那么我当警察吧。最后我就考了警校嘛，毕业之后就直接就当警察了。这当时还是巡特警呢。当时当了特警。对，还是特警训练很辛苦的呀。是的，哎。当初我去当交警，其实我也有我的那种想法。我差不多16、17岁的时候就看到过一起很惨烈的交通事故，就觉得我好想去解救那些在这种事故当中的那些人。到后来我当兵去了，我就到了部队。我做过的职业多达20、30种。包括你说餐馆去切个菜呀，端个盘子呀，当个墩子呀，去刷个大白呀，工地里边搬砖啊，开出租车呀，一直到后来就终于遇到了招考警察，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警察，这一干就是差不多接近30年。我们这个也算是2代宣传警察的人生。对啊。这我媳妇儿催回家了啊！媳妇儿催回家，我回来了没？你回，哎呀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天色已晚，百鸟归林，你还是赶紧早些回家歇息吧。对了，明天是咋弄？明天会让你印象深刻的。印象深刻，今天已经很深刻了。是吧？